再来看高雄轻铁通车已经2个月，最近有民众发现讲，伫大顺路遮有买3个路口拢无路牌哦。高雄市议员张佩瑶就批评局处互相杀责任，无要赶紧来处理。交通局是表示讲，这礼拜路牌得挂好势。来到高雄大顺建工路口遮，要找路煞却互发现规排拢无路牌，算算的有买3个路口拢无路牌。自从轻铁施工，大顺路真侪路口的路牌拢拆掉，到大也未恢复。若是外地人来遮，应该啥拢无。民众表示，无路牌较危险，尤其是为外地来讲，驶车若无注意，可能会有交通意外发生。咱这是观光区啊，外来的人吼，唔得会清楚讲这条是啥物路，要位对啥物方向。外地人影响大啊！你话在地人嘛是话嘛无好啊！伊也无路牌，话无伊的路口嘛无清楚，外地应该是较明显啦。针对大顺路口拢无路牌，议员批评政府单位互相杀来杀去，进前议员伫面册铺文，质疑政府当初为着轻铁工程，才将路牌暂时拆落来。即马轻铁通车1个月，路牌也是无看到。议员指出，干部局是路牌管理单位，但是路牌是交通局拆的，批评政府沟通失灵。大顺路的路面顶悬，规个路口几下个路口吼，伊是无即个路牌啦吼。但是呢，拖2个月啊，竟然拢无处理，吼，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足憾的代志。路名牌它设置的位置呢有所调整，那交通局会在今天呢跟道公处还有捷运局呢进行会勘确认位置后，会紧速来做一个完成复旧。交通局回应，路牌是去年因应轻铁施工陆续拆落来，即马通车了后。大顺路段的路型有改变，原本号志的位置拢刷位，因会勘确定路牌装置的位置，19就开始动工，按算这礼拜就会完成路牌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